桃园迄带有轿车，那像因为崩山跋落山坎，目前已经找到2个人的遗体，其他3个人犹搁咧找。大水雨落几暝，中华6台车予大水冲落水沟甲路边，南投水利乡累积雨量600毫米，水利、信基、国姓乡停班停课。南韩对美国关税确定是15%，也那印度关税是25%。川普表示，这是因为印度有真大的贸易逆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31日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先来关心的是，这西南气流予中南部这大雨是落袂停。昨暗伫高雄六股甲桃园迄带有一台轿车，那像是因为崩山，结果跋落去山坎。这警方表示，车顶是一家伙仔，拢总5个人。这驶车的是姓李的查甫人，原底伊是有走出来化救人，也毋过落尾煞失联去。目前已经找到2个人的遗体，也那其他3个人是犹搁咧找。因为路无大，民众要让对向的车先行，不过规台车煞向消失，疑似跋落坎卡。民众赶紧报案，伫最后出现伫行车记录器画面的这个查甫人，警方讲伊就是姓李的驾驶，伊家己爬起来化救人了后，就失去联络。根据驾驶的讲法，车顶除了伊个太太，一个3岁后生甲拄满月查某囝，以及太太甲真红生17岁查某囝。警消人员随出动透明找找。警消人员伫昨暗时9点半左右接到报案，就马上出动来到现场进行找找。但因山过雨实在是伤过大，视线无好，无任何的发现。早起看到山区的雨较冷芳，消防人员是出动无人机，配合人员用手吊挂落去山坎下面进行找找。现场坍方的一个情况啊，它大概是一个150公尺深左右的一个断崖。那我们人员呢就架设绳索垂降到底下，那中间呢经过一些密林跟边坡，那当然底下是一个河床泥沙淤积的情况。那人员因为在那个底下没有一个很明显的那个生命迹象，所以我们在底下做一个大范围的徒步搜索。这样31早起9点左右找到第一具疑似是17岁查某囝的大体，9点半找到第2具，身份阁需要确认。公路局表示，山区雨伤大，无场地向崩山，才会造成这摆意外。因伫30暗时10点半也紧急封路。这是第一次的一个状况，而且是无预警的一个情况来发生的情况。那在这个路段近年来是没有发生这个道路路基缺口的一个情况。公路局表示，高雄山区随时拢会上大雨，有不少路段拢出现崩山，交通中断已经加派机具甲人员进行畅通。记者柯家朱朝阳高雄场报道。来看受到这波西南气流的影响呢，咱台湾中南部地区即马天气是无啥稳定。中央气象署持续来发布大雨特报，提醒到中南部地区要爱注意大水雨。台中、南投甲高雄山区这雨会落真粗，所以请民众一定爱特别小心。今天目前截至到上午9点的累积降雨量的话，台中、南投其实都有接近300毫米左右的一个累积降雨量哦。至于在高雄比较靠近近山区的部分，大概是200到250之间。从中南半岛延伸到台湾，甚至到比较靠近菲律宾的外海，琉球的南方海面这些区块，其实整个对流发展比较旺盛的区域哦。那台湾的北边的海面其实是有一点点相对高压的位置，天气相对晴朗。不过台湾目前还是处于比较不稳定的一个区域，所以还是属于不稳定的天气哦。气象署是提示讲，在台湾附近呢，因为西南风甲地形互相来作用，所以这雨势会加较明显。主要是集中伫个苗栗、台中甲南投这带。另外，屏东嘛是继续咧落雨，所以民众爱注意防灾，尤其是山区特别爱注意土石流的灾情。另外来看，这彰化大水雨嘛是同款落几暝，伫个彰化市中南路3段有真侪所在拢淹水，6台车予大水冲落去水沟啊甲路边。另外，伫个台74甲线的这趟彰化市的方向有土石流发生，所以路袂通。上紧伫个中昼这个时阵才通处理好势。车辆被大水冲入去水沟内底，画面看到真惊人。受到西南气流影响，彰化市拜三大水雨落几暝。伫彰化市中南路3段有拜水沟崩滑，致使6台车横冲入去水沟，无就是掉伫路边。香山雨的地方你看雨势非常强降豪雨，它已经造成这个你看滚滚的海水这样流下来，那这附近就是也被冲刷到尾溪，卡在这里非常的恐怖。另外，彰化市乡山里嘛发生有土石直接冲入去民众车库的情形，规个铁档底海去，民众嘛惊到规暝唔敢困。大家新妇后生仔拢是头拢唔敢困的，再落去咧整理头前面，
咱们就用后壁山遐，就用迄柴块拢平平乱，山落来就规个甲铁档地歹去。除了彰化市香山里有不少灾情，彰化第74架线挖139线通彰化市方向，3个饭店左右树仔有倒去，雨刷因为雨水冲落来路面，影响交通。虽然县府透早4、5点就派人处理，但是也是有不少上班民众等要点外钟也无法度行。咱要快关那边工作啊。嘿，啊，你讲你卡偌久啊？要1点钟啊。要1点钟啊？啊，继续等哦。无要紧啊。我1个小时了，他说后面还有一段摊贩，所以可能不等。县府表示，伫中昼左右会当排除障碍，恢复双向通车，嘛提醒民众线后可能阁有大水雨，一定要加注意天气变化。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自顶阵这台南市洪灾过了到今呢，已经要1个月的时间啦。即马台南的民众厝顶还未修理好势，还阁有2万外户。这搭厝顶的进度呢是敢若一成尔。指挥所表示讲，按算后礼拜会有厂商来进驻，当地人是希望讲，这中电脚步就要较紧的。台南市洪灾造成台南2万外户厝顶受损，即阵7个龙山材料者，犹原有坐伫徛在厝顶用布棚咧压雨。较惨的是，有的连布棚拢无搭，雨水拢直接灌入厝内。再后要1个月啊，厝顶覆盖率敢若1成尔。主要因为受到气候无稳定，佮加上欠工严重，地势修复进度前着，天做大。灾民真无奈。咱无种植，阮就安尼落雨多去压啊，无必到啊，爱到人还袂当来迄个啊。即若走卡会啦，啊是大回家卖啊啦。哦，啊无大共款的地。嘿，无大原来地。哦，即个。啊后壁一间迄走卡拢休。经过了解，若要注文搭厝顶的厂商，即阵就要等超过2个月，平均搭一顶厝顶就要用5天的时间，加上建材材料嘛严重欠缺。为了要加速中建的脚步，分家南再后复原前进指挥所已经搬点全台施工厂商统一材料定价，上紧后礼拜就厂商入去灾区协助修复。另外，市府即阵嘛招大学生做志工，要借由因的专业来让厝内清洁。我整这代志到今仔坐2-3礼拜尔，哦，你上做嘛2间3间伊尔，啊，你来别位外县市的入来啊。哦，所以即摆就这样在内底拢在等着。系啊，啊无你内底消化袂去啊。灾区仍然面临缺工，那因此呢，台南市政府除了持续的招募志工之外，研考会也针对具有丈量专业背景的大专院校学生，例如像建筑系、都市计划或者是营建等相关科系的学生呢，能够加入。台南市洪灾过后到今，已经有2个雷片组的病例，卫生局提醒民众清理家园时爱特别细腻，唔通互皮肤去绑到垃圾水。但是出现发烧、头痛等症头，就要赶紧去看诊。呼吁高风险族群，免疫力较歹的，就要做好防护，提高警觉。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美国关税宽限期明仔载也就是8月初1就到期啊！这美国总统 Trump 是宣布，甲南韩达成15%的贸易协议，南韩会对美国来投资3500亿的美金。因为在印度关税是25%。Trump 表示讲，这是因为印度对美国有真大的贸易逆差。伫咧家己的社群媒体公布对印度扣25%的关税了，美国总统川普伫咧白宫罗斯福厅面对记者问题时阵讲，是因为印度对美国有正大的贸易逆差，而且伊有一定程度的罚款。And we're not going to let anybody attack the dollar, so it's partially BRICS and it's partially the trade, this trade situation. It's the deficit. We had a tremendous deficit. So, as you know, Prime Minister Modi is a friend of mine, but they don't do very much business in terms of business with us. 这人看出，川普为了要维护美国的利益，会去破坏革命关系立场。伊讲，印度进前对罗斯亚采买真侪军事装备，而且印度甲中国拢是罗斯亚能源的上主要进口国，和罗斯亚会当维持发动战争的能力，是全世界拢无愿意看到的。不过，伊并无解释罚款的内容。印度反对党各大党领袖批评，这是总理莫迪伫经济、政治加战略的失败。 25% tariff on India is little disappointing on us. We are constructively engaged with the US on the BTA. We are also not certain what will be the added penalty which he is talking about. But at least now we know that whatever we have to do is with reference to 25%.
川普伫咧同一天又宣布甲南韩达成贸易协议，关税自原本的25%降到15%，而且美国出口到南韩的货物未扣任何关税。根据这项协议，南韩将会向美国提供3500亿美金的投资资金，并且买1000亿美金的液化天然气，或者是其他的能源产品。南韩总统李在明对此表示，南韩所面临的出口环境无确定性已经消除，也强化双方的战略产业合作基础。因为欧平最近达成的贸易协议对美国关税降到15%，但是法国总统马克宏不办冯德莱恩克服川普的压力，批评欧平代表伫咧谈判时阵无够尽力，也伫咧内阁会议讲协议唔是安尼死就算结束。Je suis évidemment sur la même ligne que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Je pense qu'il y a deux dimensions. Il y a celle de la méthode de négociation qui, dans l'organisation de l'Union européenne, n'a pas donné peut-être autant d'énergie ou de vigueur dans certaines phases. 另外，川普也签一项行政命令，正式宣布对巴西进口产品，伫原本的10%关税顶头，国加扣40%，变成50%的关税。不过，石油、飞机、燃料产品、甲化学肥料等700种产品是免国扣另外40%。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来看以哈冲突打要被拍煞，即马加拿大也宣布讲会伫今年9月联合国大会正式来成立巴勒斯坦国。目前在加沙地区是饿死真侪人，来救援的民众呢嘛防台死。就算国际社会指控在以色列是咧被人征服，也毋过美国高达也是挺因挺到底。3个礼拜幼婴熬唔落，产甲唔食人，伊欠营养，伊需要配营养甲医疗援助。不过医生甲母拢无法度。انقطع عنها الحليب ب 10 أيام. نتكلم عن حوالي 80 أو 90 يوم من عمر الطفلة وزنها 2 كيلو و600 جرام أو 2 كيلو 500 جرام، يعني إحنا خلال ال3 شهور。会使讲每一日伫加沙走廊的救援据点，拢有巴勒斯坦人防台，以色列防指控犯暴行罪。不过因嘛反驳讲是群众暴动，无法度分别民众甲哈马斯。国际社会甲人道救援组织数次指控以色列当咧对巴勒斯坦做种族灭绝。军队英国、法国、加拿大第30宣布要伫9月的联合国大会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Canada has long been committed to a two-state solution, an independent, viable, and sovereign Palestinian state living side by side with the state of Israel in peace and security. Canada intends to recognize the state of Palestine at the 80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in September 2025. 卡尼表示讲，要承认的前提是巴勒斯坦的权力机构要承诺即时的改革。2026年举行大选，而且哈马斯袂当参加。巴勒斯坦国要实现非军事化。加拿大的行动向以色列传达明确的信号，向联合国甲其他的成员国做示范。马向美国明确来表态，美国总统川普是坚持一贯的立场，支持以色列，认为承认巴勒斯坦国等于是奖励哈马斯。另外，包括奥斯卡奖得主阿贝拉罕、前检察总长本雅尼等在内，总共31个以色列头人联名呼吁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实施毁灭性的制裁，一直到以色列结束这场残酷的行动，永久停战为止。公视新闻黄文林编译。罗西亚外海发生规模8.8的大地震了后，这勘察加半岛呢是出现3米至5米悬的海涨，海涨也来影响到波利尼西亚，也毋过比原本料想的是有较低。另外，这日本甲夏威夷即马警报嘛已经降级。伫海岸边规大阵惊吓的海狮跳海逃生，后边的山壁一直有石头绑来。这是 Russia 勘察加半岛附近的安奇费罗夫岛，希望阵一寡海狮感受到危险。规模8.8强烈地震引起一直到发射波利尼西亚甲智利拢发海啸警报，并离晋阳北边差不多450公里的克廖切夫火山就开始喷发，伊是北半球上大的活火山。监测单位讲，伫火山西边的山坡会能看到烧滚滚的熔岩流来，并且有火光甲爆炸。塔斯社报道，这边地震造成当地机场几落人轻伤，有就伊伫边的病人惊甲跳窗仔门也受伤。前岛群岛的海啸有5公尺悬，是巴拉穆希尔岛的贝古里尔斯克镇有水产加工设施受到损害。Страшно,
экстремально, понимая, что... 这边千赞地动造成俄罗斯偏远地区几多栋建筑物损害。 Поэтому то, что там происходит события, и особенно по этому вот субдукционному поясу, это ожидаемо, это понятно, это... 智利甲全国面太平洋这边的沿海地区海啸警报升悬到上悬等级的红色警戒，范围包括6400公里的海岸线。在海啸威胁慢慢解除了，真侪所在警报就调降或者是解除。日本东部沿海发布大规模撤离令，夏威夷部分地区也同款。夏威夷记录到上悬的影1公尺7，日本记录到上悬的是1公尺3。 福岛核电厂的员工疏散，迄天暗时，日本、夏威夷加俄罗斯几多个海啸警报拢已经降级，海啸影响到法属波利尼西亚，当局要求马贵斯群岛的居民撤离到较悬的所在。迄当阵估计海影上悬会到2公尺半，不过第一波影到的时阵是比预期较低。加州加加拿大卑斯省影差不多半公尺悬，命警报拢已经解除。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 罗西亚这场规模8.8的大地震，咱气象署嘛来发布台湾史上第3届的海象警报。海巡署、海洋署是赶紧甲民众疏开，也来通知渔船。另外呢，这个实际测量是其实台湾沿海的这个海影呢，上悬是差不多伫个红头树干啊12公分，大部分其实拢无超过10公分。 时代大包小包排队坐游览车，罗西亚勘测到半岛东部外海爆发规模8.8大地震的影响，气象署发布起加0警报，台南7个区公所专工派游览车去沿海林里来安置居民。金门成功地区小狗影是直架，达到风速5级，海影1.5公尺悬。起加0伫下晡1点18分开始影响台湾，相关的机关也早就咧准备。及海边活动及近岸作业船只。 注意防范。海巡署也伫华北加强部署，可能咧看海影的民众赶紧离开，也去港美甲渔船宣导起加零的警示。另外，海洋署也请渔会通知起加零的状况，请船主爱甲船只保护好势，并且请外海渔船注意防影。台湾东部几乎都是一个悬崖峭壁的一个区域，所以它对形成海啸堆高的效果是不太容易的。根据气象署起加零的警报，原地预估包含北部、东北、东部海峡沿海起加零会比0.3公尺较低。 东南西南沿海可能有0.3到1公尺悬。后续实际观测的结果是台东成功、小琉球、屏东的东港有7公分，红头树是有12公分，也伫下晡5点10分解除起加零的警报。 2025年地震破裂的区域呢，它跟1952年破裂的区域其实看起来是相当的，所以它有可能是这个地方大概每100年左右就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华裔事件。 不过，这届地震规模有到8.8，主要刷地震位置就是伫千岛海沟。过去伫1952年也捌发生过规模9的地震。这届为了地震专家郭凯文分析讲，为了达到8000粒的原子弹，加921的46粒原子弹，属于无共量级，后续更加爱注意地震尾。千岛海沟是一个要防范的重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阿留申海沟，在加拿大温哥华那一带。 其实也是要注意的。专家也提醒讲，台湾因为伫菲律宾海板块，相对来讲受到的牵连会较少。不过后续7级以上的地震尾，也可能搁再有其他影响，一定要注意。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台北市的信义区昨暗发生情杀案，这是27岁姓郭的女性，和伊的前男朋友甲挂暗棍甲巴肚，落尾是救无回来。警方今仔日透早是伫宜兰抓到人。其实根据了解，这个被害者伫今年5月时阵，就有来申请保护令，也毋过台北地院才打核定就出代志啊。命案的现场有封锁线，台北市信义区一个地下停车场，30暗8点发生感情纠纷的凶杀案。 就看到医护人员好像很紧急在要往某个地方跑去抢救，然后他们就冲下去地下室了。一个27岁姓郭的查某人，伫夜店做公关，上班进前去互姓刘的前男朋友拿刀啊，甲暗棍后壁时甲巴肚流着伤。警消到现场的时阵，已经无喘气、无心跳，送病院也是救无回来。开租赁车，然后并且更换这个摩托车往新北市的方向，然后走北宜公路往宜兰。 逃逸。警方透过监视器，确认嫌犯走去宜兰5街。3点钟后，伫嫌犯因外公因兜外口，甲逮捕到案。都在家里吗？落网的时候心情是平静啊。然后他有关于凶刀的部分，他是
放在家里已经很久了，它没有目前那个来源部分还要再厘清。新吉分局表示，这个访台是姓郭的查某人，今年5月15，去互这个姓刘的男朋友拍，有向分局申请暂时保护令。台北地方法院7月28日核定生效，无到2天煞发生这个悲剧。妇女救援基金会指出，发生感情救护的时阵，使用暴力的人一般拢会有严重紧张骚扰或者是控制的行为。摕到保护令了后，要有更加周至人身安全的计划。工作的上班的路线，还有回家的路线，还有一些可能在上网一些资讯上面，可能有些他就暂时不要做一些公开或是 po 文的部分，尽量不要一个人在外活动或一个人活动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警方指出，保护令还未发落来进前，若感觉有即时的危险，会当申请紧急保护令；行为若严重者，会当敬请检察官申请甲对方羁押。目前专案以杀人罪甲家庭暴力防治法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法务部有修订执行死刑的规则，讲这死刑犯的申请再审，也是讲非常上诉，必须得要核准才通免执行。即马民间团体是批评讲，这修法的程序其实是有欠点，放大这死刑的执行力。也毋过法务部是回应讲，其实相关的修正拢有符合法律的规定。点点夜排抗议修法，废死联名民间司改会等民间团体联合开记者会，不办法务部修正的执行死刑规则已经正式实施。指控修法伤过老粗，也批评新规定和死刑执行更加随便，无顾人权价值。这个执行死刑规则的这个修改到就是让它变得更严谨，花了很多年的时间，但是修恶却是一夕之间。有律师、学者几多位法界人士响应，到即马已经有超过100人人数，要求法务部检讨、重新修改规则。因就是担心，伫修法了，就算是死刑犯有申请再审，要求非常上诉，也是有空档期会被执行死刑。一定要检察总长提起非常上诉，然后一定要有停止死刑执行的这个裁定，才能够做这个停止执行死刑。那也就是说，让这个停止执行死刑变得比较困难。这边上大的改变就是伫咧修正进程，只要有提申请就会暂缓执行。伫即马死刑犯的特别救济，要有被核准了，即人无被执行。法务部回应讲，配合宪法诉讼法做相关的修正，明确法律的构成要件。既然宪法法庭已经做出死刑是附条件核心性的判决，那法务部基依法行政的角度，将依整个宪法判决的意旨内容进行相关法规的修正，并不违反刑事诉讼法以及宪办之有关于死刑合宪性的判决意旨。其实，这个新规定实施进前，国内36位死刑犯拢已经请求检察总长提非常上诉，所以即马拢也无适应旧的规定，因那这个检正伫咧进行相关审查，结果也未出。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另外，伫嘉义县山区的这雨呢，毋但是造成梅山一寡所在淹水，嘛，互阿里山公路是发生崩山的灾情。即马港务大人员对昨暗时开始咧抢修，目前敢会当看这天气甲道路的状况，来决定到底敢要开放通行。港务大人员透暝来清除即个落伫阿里山公路的大石头。嘉义县阿里山山区30暗暝落大雨，造成一寡道路有崩山的状况。港务大人员抢修公路恢复单向通车了后，消防署马上抢修，赶紧来清除挡伫道路出入口的土石。现在所有的那个联络道路有很多不通，那现在我们是紧急请我们开口厂商先把我们主要道路都让它可以用通，紧急抢修不要让居民说受困在我们部落里面除了阿里山因为大雨造成崩山影响交通以外，嘉义县梅山乡太湖的大里网仔自路嘛有20-30号因为落雨来淹水。这个向宜仁村甲湾桥村民出入的宜仁吊桥，嘛因为牛寮溪中大水的关系，互桥墩基座的土愈来愈少。公所先来封桥，等天气较好，才过来做处理。这中央拢空的，这吊桥要封起来，无你嘛连续搁大雨落去这个吊桥会产生危险，这基座看起来非常危险啦，所以先封起来。嘉义县的山区为29暗时到当的大雨开始，造成10外条道路发生崩山。嘉义县政府表示，农电公所拢有请人来抢修，维持山区的逐层头拢有代替道路通行。不过雨若是继续落甲遮大，山区的道路也是随时会出状况。呼吁民众伫天气也未稳定进前，尽量莫行山路。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咱搁来看到这台东呢，嘛是共款连续落3天的大水雨啊，昨暗甚至是雷公4呐，安尼降几暝，但影响土板村连挂道路地基流起，县政府是宣布今仔日土板村甲土板国小是停班停课。也那台东太麻里金门溪溪水涨悬，已经淹过车路，即马当地人也斟酌咧监控水位。3日暗时，台东县雷公4呐正大，一直弹一直死，互民众困袂安稳。31日时，台东市区也搁伫东雷公落大雨。台东气象站是讲，这波西南气流较大的雷雨出现伫东南部，尤其是台武甲达仁山区的民众感受会搁较明显。如果很近的哦，整个部落是轰的一声。在屏东、高雄跟台东的山区交界，有一些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啊。所以说这些地区就会有一些闪电打雷的现象。因为已经落2天的大水雨，佮加顶一个低压带带来大水雨，但影响的土板村东68连外道路去互大水冲蚀。本来顶礼拜大水雨已经放弃的路基，这个大雨佮造成崩塌面积佮较宽，敢剩机车会当过。县政府已经派机构去抢修，一定先开便道，按佮考虑村民的安全。县政府宣布30日土板村加土板国小停班停课。这地方用接驳式的一种方式，没有完全说，这个一个形成一个孤岛。因为未来灾修的部分可能大概要1年到1年半的时间，所以这一个变道的部分，我想除了往后退以外，大概也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式啦。伫南回公路的部分，沿路虽然有土石流，不过已经清除啊。只不过台东县也是有落大雨的机会，提醒用路人一定要小心通行。记者采访报道。顶回这丹那市洪灾呢，是互上万人的厝受到损害。这国民党团是来提出灾后重建条例，今仔日进行党团协商，朝野立委拢有共识，认为讲应该来扩大这农损保险的理赔，也有客家毁损的补助等等。民进党团表示讲，已经向行政院来提出特别条例要求，目前行政院等待建议。丹那市风台伫7月初升长台湾西南部地区，地区云林、嘉义、台南、屏东出现严重的灾情，16000户的灾民厝体损害。政府最近开始前进指挥所，防讲卡手上万，为着加速救灾，国民党团提出灾后重建条例，包括厝体毁损补助比例是建地成本的80%，青农贷款扩大认定，等农渔民补助方案，赶要伫拜5完成三读，30日进行党团协商。行政体系、立法体系，大家不分党派人机己机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尽快让灾民能够离灾，能够安置，能够重建。农渔牧的那些补助，每一个单位面积拢伤少，8000、9000、1万，我甲你讲，叫你一定要提高嘛。报空气呼吁条约政治放一边，灾民优先。嘛，呼请中央赶紧提出行政院版的重建条例。屏东南委苏清泉讲，农损的保险理赔伤过严，应该对农渔民放令。民进党张启凯是不满国军无积极的协助救灾。请法务修缮，在2个礼拜内把它做完，先定个目标，动用全国的力量。张启凯讲，洪灾发生第25天，政府明显救灾不力，即马连安置灾民的能力都无够。过去的房屋屋舍受损是以全岛半岛为认定，这次呢，我们增加了屋顶遮雨的这个破坏，我们怎样去处理？立法院要透过各党再决议的方式，这当然这个监督力道更强我们也觉得非常好。要用特别预算扩大照顾灾民，条约达成共识。吴思瑶讲，已经向行政院提出特别条例，行政院当然建议防灾当前，条约协力，要帮助灾民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台美关税的谈判，即马风声咱要投资4000亿的美金来争取15%的税率。在野党是批评讲，这袂输咧签马关条约。国民党总调鲍坤基表示讲，这关税若准要签约，一定得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因若这政府有定出新的美国水产的进口的规定，外界怀疑讲这是受到关税影响。即马卫福部是回应讲，这甲关税无关系。美国对顶关税就伫要公布，台美谈判进入上尾阶段。卫福部是由苏雄雄更新美国水产品输入的规定，内容讲美国水产品已经通过系统性查核的程序，针对包括带壳的、罐头的虾仔、甲芝麻等等真侪项产品，只要有附官方的文件，就会当进口入来台湾。时间点真敏感，嘛引起放行水产换关税税率的联想。
系统性查核那个是2018年到现在的机制，好，那其实在相关的不论是肉品或者是像这一次的水产品，本来就都有做系统性查核这样子的一个处理，不是因为这次关税的关系去处理的。林正义驳回相关的讲法，强调讲这是2018年就有的机制，甲关税无关系。不过，今嘛有风声讲，咱这边按算要出4000亿的美金，甲美国投资，希望当争取对顶关税税率，甲日本、韩国同款是15%。折合台币12兆，12兆是什么概念？我们中央政府总预算1年3兆，等于中央政府总预算4年要跑去美国，这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啊！这个郑丽君啊，这个等同当初清末的时候的李鸿章了，现在签出来的就是台湾版的马关条约啊。谈判团队还在磋商，还在努力。那看到陆续，其实8月1号的大限的日子也即将要到了，我们也在静候这一个结果。无论好坏，执政团队都要端出方案。关税也被定案，大家是议论纷纷。有风声讲，台积电无想要出手救 Intel， 抵数对顶关税税率可能会到25%。不过专家认为，台积电出钱出力，两边拢真为难。若救 Intel 虽然会当换短期关税和平，不过中长期来看，台积电上大利益就去互压缩，等到变做短期有，长期看煞无。台积电救援 Intel 的部分，其实对于台积电本身，它未来在独立性，那么或者是在全球无可取代的一个地位，那么乃至于对于供应链，那么对于客户它中立性的一个态度，那么可能都会遭到破坏。针对外国媒体的报道，川普政府可能会甲台湾扣15%的税率，不过要求比较日本增加投资的金额。亚太商工总会执行长邱大生认为讲，台积电增加投资1650亿的美金，会量产4奈米甲3奈米等的先进制程，真侪国家有钱嘛做袂出来，这条投资绝对会当挡过日本5500亿美金的价值。记者综合报道。7月2日大罢免投票，煞这民进党是头一届来开中常会，总统赖清德向公民团体甲支持者回信，伊嘛讲这8月23第2批的罢免投票会继续和罢免团体来徛公平。原来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伊是甲8月23当作是家己任内最后一战，呼吁全党都爱团结。7月2日头一波罢免失败了后，民进党头一届召开中常会，兼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表示，伊承担所有批评，向国民团体甲支持者回信礼，也表态8月23第2波投票会继续甲罢免团体做伙行。民进党会继续与每一位在罢区努力的公民并肩同行。林右昌秘书长日前已经向我请辞，我也接受了他的辞呈。在这个关键时刻，我要请副秘书长何博文确实完成我交付的2项任务。在灾区协助人民复原，在罢区陪伴公民前行。宁愿得罪罢团的好朋友们，也要很清楚的拜托他们，感谢他们，是不是？他们能够去撤回这个案子，我就是再包卫生纸给柯总召，让他自己去擦屁股。你要有自知之明。讲家己是党内乌鸦的王世坚是当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无应该继续和社会对立，但是意見無予採用。8月23會閣有7位國民黨的立委罷免案要投票，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定調為家己黨主席任內最後一戰，話聲全黨團結應用。這是我們21全任期內的最後一個大仗，我們一定要拼到底，一定要全力以赴。對我個人，這也是能夠順利交棒、放心交棒的非常重要的一個戰役。除了罷免投票，8月23，還有核3延長棒的公投。朱立倫表示，會甲民眾黨主席黃國昌合作，做伙舉辦宣講，大力支持核3重新棒。當民進黨政府聽不進民意的時候，我們就要用更大的民意，讓賴清德聽清楚，讓辦理核3研議成為民進黨政府的法律上義務。因為黃國昌批評講，行政院無針對公投案提出反方意見書，行政院回應講，立法院提出的公投案甲民眾提出的聽書是無同，依法無需要政府機關的意見書，建議黃國昌參考公投法的條文，避免錯誤的理解造成錯誤的指控。公視新聞採訪報道。
来关心一则意外消息，这是发生伫台中市太平区有一间牛肉面店，今仔日早起6点的时阵发生火灾，这生食的一家火啊，拢总是3台有5个人掉伫内底，因为这铁桶已经封死啊，所以2岁查某囡仔、1岁查甫囡仔甲因的阿公救出来时阵，已经无这性命的现象。落尾这阿公甲2岁查某囡仔是救无回来，也若导火原因，还阁需要进一步来调查。 透天厝起大火烧起，火烧甲正猛，阁有这么大的火焰冲上天。不过传出祖孙3代有3大2小掉伫2楼的露台，消防人员赶紧救援。虽然消防人员按算为2楼救援，不过无法度治到遐个人。1楼往派人员搜救，总算甲掉伫内底民众陆续救出来。 31日早起，即卡道即间伫台中太平牛肉面店熊熊大火，掉伫内底5个人，有2个细汉囡仔，1个大人。救出来时阵已经无性命迹象。虽然经历送医，50岁的阿公甲2岁查某囡仔也是救无倒来。 火势在是在中后侧，那中后侧的部分，它火势的燃烧，因为它的可燃物的部分还蛮多的哈，所以它的火势还蛮大。那它火焰的部分有往2楼去做串烧，那串烧的话，因为浓烟会带到2楼的前舱的一个房间，哦，所以造成他们在逃生上会有一些困难。 警消表示，导火点初步判断伫1楼，不过因为透天厝囤真侪杂物，火炭甲真紧。当时困伫2楼，四下一家火啊，叫警报器惊精神哩，嘛遵照救援人员的指示，关门等待救援。不过因为铁桶啊甲2楼拢封死，地势救援真困难。因为他们的阳台，2楼阳台是完全是封死的，而且是用那种属于实心的那种钢筋的那种铁桩那加上它2楼的那个整个广告看板把它封死所以我们同仁第一个也不容易发现它，第二个是它那个铁桩根本就第一时间很难破坏。 火调人员马上来到现场采证，要查清楚火警发生原因。这场火灾夺走祖孙的性命，还有3人伫病院急救。记者采访报道。 中华电信今仔日透早呢，系统各用这全台湾各地手机啊，拢卡袂通，就连119嘛拢无法度，一直到早起6点过了，才陆续来恢复正常。中华电信表示讲，就是因为这行动网络系统软体咧升级的时阵有异常，才致使着这件意外。电信系统若无通，生活真无方便。中华电信透早开始系统出问题，全台湾民众的手机啊拢无法度通讯，就连边的护理站值班台拢联络困难，可能造成医生接袂到护理站的紧急通知。希望电信业者爱维持特定区域的信号稳定。 在护理站在半夜在一直不断的重开手机都一直没办法接通外面的讯号，都打不出去。后来透过赖讯息跟护理站才完成一个比较有流畅的接通。若是边联络有困难，民众若是要卡119或者是110报案也卡袂通，所以消防人员建议会当改卡112紧急救援专线，被报案启0会转接到110。 需要救助持9会转接到119，若是无持系统会自动转到119。发现说中华电信的这个手机的行动门号的用户，他没办法正常拨打119进线，同仁也立即去做一个测试，就是发现他没有办法正常的通话，应该不仅限于119。经过抢修系统，伫个早起6点了已经恢复正常。中华电信讲，因为行动网络系统软体承办作业出问题，才会造成手机卡袂通。 也强调，若是用户也是无法度用手机会当把手机切到飞行模式，搁再切转来行动模式，或者是关起来再搁开启，才能恢复正常。升级的时候，那很可能就会发生说有一些不可预期的一些原因，因为我们在测试环境的时候，其实可能在怎么测试来讲，那这个还跟现实的环境里面还是有一些落差。 治安专家讲，正在行动网络系统较复杂，伫咧做软体升级或者是更新时阵，就可能发生无法度预测的情形，所以定定拢会经伫咧透早进行，减少对用户的影响。公司新闻综合报道。 新店遮出名的福源土豆酱，前几日有2批去互人验到这黄壳毒素超过标准。卫生局伫咧追查了后，搁再发现一批今年9月79期的产品，嘛是同款无合格。目前已经要求业者爱落价全面停产，也会照这食安法来甲伊处罚。
规仔顶悬原本摆买卖土豆酱，即马已经全部空去，新的有名的福源土豆酱，顶日啦分别伫台北甲桃园，互人验出黄卡度数超出标准。新德市卫生局派人稽查了，搁再发现一批土豆酱产品无合格，要求业者需要全面停止生产土豆酱产品。检验结果黄曲毒素仍为不合格，卫生局即刻启动现场查核，并责令业者办理问题产品的回收。暂停生产该类产品，并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5条裁处，以维护民众食品安全。造成客人的担忧，对，我深感抱歉。依上架的都把它回收，该退款的我也是做初步的，叫他们退款，收回。业者除了出面回失的，也讲会甲产品回收，不过也强调家己做土豆酱60个外档，拢无染到任何添加物，即个出问题，有可能是原料出问题，会赶紧找出问题的所在。60多年了，我一个防腐剂、乳化剂，所有的添加物全完全不加的，那这是有问题，也是我觉得是农民的花生原料是有问题的，因为我做出来，我就去做他们做好的花生给我，我当2天我就把它做完。新德市卫生局表示，黄卡毒素是高风险的致癌物质，常出现伫土豆、果子仁这的原料顶悬。目前卫生单位已经要求业者全面回收、全面停产，也表示后续依照违反食品安全管理法，罚6万以上至2亿以下的罚金。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卫福部推动失智症照护政策3.0，就是为着要来因应这失智照护的需求。要毋过因为明仔载这边巴士量表请外一看护的政策就要来实施啊，所以有立委是真烦恼讲，这恐惊会去冲击到失智症的家庭。卫福部是回应讲，会加强这社区服务的量能，嘛用这绿色通道来协助重度失智的家庭。为了因应当年相关的失智症需求，卫福部提出失智症政策纲领3.0。不过，民进党立委林月琴是烦恼，8月嘛得要上路的80岁以上长者免凭巴士量表，就会当聘请外国籍看护薪资。劳动部推算会增加10万人提出申请，失智症患者家庭恐惊面临医工更较歹请，薪水更较悬，而且有钱嘛请无。失智症患者家庭从来都是被移工挑选的。那而没有选择移工的条件，可是压力现在来了哈，那总是要面对嘛，包含了我们的社区的据点，好，然后我们的家屋跟我们的共照这些，那我们的部立医院也非常努力，有相关的床位出来做协助。国民党立委王耀敏指出，连长教司副市长都特别承认，长照适龄顶级评估爱开真侪时间。对于外国籍看护家庭来讲，空窗转换期无法度使用长照2.0，所以也是无包含伫长照系统内底。国家巴士量表加长照适龄评估无整合，互案子爱开真侪时间。这个怎么样去转衔？怎么样衔接？怎么样整合？我希望这个你们可以从使用者的这个角度来思考，不是2套系统一直各自重新再评估，那个浪费的就是这些案主的时间。我们会加速，而且我们那天已经说过，我们尽量在这些尤其是重度失能的家庭里面，我们会用绿色通道来尽量协助。卫福部是讲，当前优先保障加绿色通道，不过安怎落实照顾的品质甲执行细节，这也是下一步的考验。记者采访报道。国健署公布2间加热粉厂商拢总是14项产品会当有条件来通过审查，这正做是2025年世界抗菌大会的一个讨论的重点。医生甲民间团体针对国健署通过的加热粉的议题，是提出真侪建议甲批评。因为国健署是回应讲，目前只是有条件来通过，因为上车时间是还未确定。国健署伫顶日对外公布，日本、美国2间加热粉的厂商所申请的14项产品有条件通过健康风险评估的审查。加热粉未来有可能会伫台湾合法就市，这也正做2025年世界抗菌大会讨论重点。医生和民团针对国健署通过加热粉就市的问题提出建议和批评。当初这个审查办法它就没有罚则啊，它本来只有通过跟不通过，它并没有像烟害防治法有写这么多的罚则。所以，我们是不是有没有什么这个补充的办法？说，那你哪一点没做到，我要罚你多少钱？还是说，就真的，如果照现在的说法是说，那你只要任何一点没做到，你就要下市？
医生表示，不管是纸粉、电子粉，抑是即摆有条件就饲的咖喱粉，危害的程度拢是共款的，拢有尼古丁，食粉拢是会食掉的。有专家也呼吁各件事，包括买卖通路、警示标记和违规的罚金，拢要赶紧定出相关的政策，赶紧公布。各件事是表示，目前咖喱粉只是有条件通过，就饲的时间也未确定。怎么严格在做这个拒售烟品给未满20岁青少年跟孕妇等这些易敏感族群。另外就是对于贩售点，我们有更多的一些，请他要对于每个贩售点的一些要求。各件事强调，若是未来2间咖喱粉厂商有违规、无愿意配合的行为，拢会马上取消资格。另外，未来也会针对咖喱粉条例使用者提供改粉的服务，希望会当减少分害对个人的影响。记者陈选王兴忠台北报道。再来看环境的议题，有环保团体甲民间企业呢是批评这政府支持新四轻的扩建案，这是增加塑胶的生产量，所以民间企业是真希望讲政府会当提供补助，积极来开发环保的材料，予业者来使用。大家来下湾，大家来下湾，塑胶爱减产，塑胶爱减产。用单句话口号，环保团体和民间企业来环境部头前呼吁，希望政府爱重视塑胶减量的问题。环保团体指出，政府本来爱伫顶半年推出的2035年减塑目标所无看影。另外，目前全球拢在推测塑胶生产减量，政府却支持新四轻的扩建案，生产量按原本的35吨变做100吨。一方面爱民众减量，却无对源头开始控制。越来越多的国际政府已经意识到说，只有从源头直接减少塑胶的这个生产量，才有可能有效的解决塑胶污染。来表达诉求的餐饮业者也指出，要使用更加环保的材质，都要面对较悬的成本。台湾目前的选择有限，希望政府会使推出政策，提供业者补助，积极开发环保的材料，予餐饮业使用。环境部回应，目前已经在推测气管地的活动，收集各方面对减塑的意见，会把这个观点当作未来政策的参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目前也正在办一次用产品减量的这样的一个里程碑许愿池的活动。那活动是到8月31号止。那我们也欢迎全民可以上我们的网站来共同许愿。那许愿的内容呢，我们会作为未来我们拟定相关里程碑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参考。环境部表示，联合国的全球塑胶公约谈判咧要举办，伊嘛关注谈判的内容，来调整政府推动减塑的脚步，和台湾的环保政策会使符合国际的趋势。记者桂宗林、贾桂林台北报道。代替伫顶个月起价了后，即马为着要来补贴东部地区的居民，是伫订票的系统内底来设一个花莲台东优惠点数加倍回馈的系统。也毋过最近所有民众发现讲，这个系统毋知影各用偌久的时间，嘛无法度来回馈点数。用手机入去代替的订票系统，华东的民众订火车票了，应该能看到买车票的金额依照比例，会当伫家己口座内面得到一寡点数。不过，即马这套系统拢无反应，因为点数也无多，这样子人是不要紧。我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我不确定到底有没有成功了。汇的金额蛮少的，就觉得好像没有很大的吸引力这样。不过，已经有的点数其实就有法律的保障，虽然无多，不过对一般上下班族来讲是加减袂当补贴，所以就人家议长定情。他可能系统出了问题，然后他也没有主动通知乘客，就是我们要本身去查询才知道说，那个点数没有进去，对，所以他最近会用人工来补登作业啊，不会让花东居民。就是说，他那个加倍回馈来消失。代替讲，唔是因的系统有问题，是旅客伫咧订票时阵，系统会向户政系统确定订票人是唔是实际伫咧花东。验证数量若伤济，负责检核户籍的单位就会启动治安防护机制。问题现在大部分都出在身份证字号不是 V 跟 U， 然后涉及在花东地区的。这个我们去捞资料就会比较容易产生问题。代替讲会协调电信业者一个户政单位，自8月出去了会优化并且调整严正的频率。伫即卖承认人工来补登记，应该为点数拢会互民众，绝对袂影响订票的权益。公司新闻综合报道。
国家铁道博物馆用9天的时间修复，昨是正式来开放第1阶段的展览区域。上较显目的，就是会当坐拿皮的柴油火车，伫园区内底来游览。这嘛是目前唯一伫台北市内会当驶的火车。拿皮柴油客车慢慢来经过国家铁道博物馆园区的古迹建筑，甲景观绿廊，总算到站。这是经过专业人员辛苦修复了后，正式出现拿皮柴油客车，也是将要对外开放第1阶段的展区中上大重点。完全复刻，而且修得非常好，完全跟新车一样。铁博物馆自己来负责这个营运，所以会做动态展示。一个博物馆光静态不足以吸引很多的铁道迷。博物馆园区进前是台北机场，2015年获指定做国定古迹。文化部表示，这摆开放的区域包括2000年劳动节迄日获指定做市定古迹的员工浴场。蒸汽机车维修，利用它的热加以回收，来放在那个冷水里面，可以在里面来冲澡。徒弟要帮师傅擦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在行政院张德荣台顶人的主持之下，透过启动仪式，正式宣告博物馆展区都要开放，准备引起咱国民众的细汉时阵铁吉路回忆。文化部强调，铁博馆收藏86台的老火车，数量无输世界的大型铁道博物馆，其中60台已经修复完成，未来拢有机会伫铁博园区复驶，串联无共世代回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屏东东港开启共善堂是欢乐这家长机嘅式团起，所以推出家长面谱体验的活动，唔但互民众来画面，也来学习这基本的动作。老一辈的画面师傅是带少年人来传承技艺，希望打破外界对家长的印象，互大家会当重新来认识在地文化。阮的面的强调，阮的是本身的是较粗线条。底色拍好，少年画面师足专心，一笔一画，甲面谱的线条画好势。老一辈的师傅伫边仔指导，画好了后，两个世代的画面师才做伙讨论开面的手路色水。烦恼这个技术消失去，屏东东港开启共善堂的老画面师，配合庙方推出家长面谱体验，互这项传统会使延续落去。老辈一家的啊，伊袂像迄聚会啊，一代传一代，甲聚会有时甲要。传承落要老花，要啥物话要教，有时即种的咪讲3、2工要教，就是。除了开面体验活动，嘛会教民众区尾步跳家长的一寡动作。东港的开启共善堂表示，因算是当地家长文化的源头，嘛是文府千岁7角头之一。毋过庙宇甲家长后来拢互人歹印象，几年前就开始甲庙宇文化结合教育活动，带民众重新认识家长的文化。起头因就是甲阮教讲。出门也是装家长，就是一定爱遵守规矩，袂使部分人食薰翘脚，袂坐姿要有坐相，互伊有体验到即种面谱的即个一寡文化，也是家长的精神。总干事表示，接落来伫10月到12月，佫会结合王俊文化馆举办家长的体验活动，希望吸引愈来愈侪人斗阵改变对家长的看法。打破学家长拢是歹囡仔的印象，做伙感受顶头文化的提升。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关心下晡晡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是30度到36度，中部地区28度到32度。南部地区是28度到31度，东部地区是28度到33度。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